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要一起来进入诗篇第76篇的共读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诗篇76篇，阿萨的诗交互圣乐长，用弦乐伴奏。伫犹大，上帝人人拢捌；伫以色列，伊的名受尊最大。伫撒冷有伊的会幕，伫锡安有伊徛起的所在。伫遐，伊压制火的箭，毁坏盾牌、刀剑以及所有的武器。你的阳光甲威严，赢过囤满战利品的山岭。相拥的人拢受抢劫，因困去无搁醒，连战士嘛袂当出手。雅各上帝啊，你一个责备，战车马拢倒落去，无搁起来，只有你通行位。你的受气一个发出，啥人伫你面前徛画条？上帝啊，你起来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你一个对天宣判，地就惊吓，毋敢出声。人的受气，最后会变做对你的称赞。经过你受气留落来的人，会为我来敬拜你，着对上主恁的上帝下愿，嘛着谢愿。四位的人着带礼物献互通敬畏的主。伊要互骄傲的贵族闹气，伊要互世上的列王敬畏。在这首诗篇当中，一样是亚萨的诗，那接续的是75篇那背景也有可能跟75篇一样，是在列王记下这个以南国犹大最后的情境。但是这首76篇呢，在旧约的希腊文，就是74译本当中的开头，有加一个标题是写关于亚述的，所以也有的学者认为这首诗篇76篇可能不仅是在南国犹大灭亡时候，可能更早是在列王记下的第19章，也就是以赛亚书的37章，就是在主前的701年，就是在以赛亚的时代，西西家王作王的时期，那时候有亚述的军队曾经来攻打南国犹大。但是在那个危急的时刻呢，神帮助南国犹大来得胜所以有可能是在那个背景当中。那这首歌一开始就提到，神是胜利者，是得胜的主上帝。那跟75篇一样的第一节都提到神的名75篇的第一节是你的名临近，人都述说你奇妙的作为。76篇讲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，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。好，那这里虽然提到了犹大、以色列，一个是南国，一个是北国。好，那但是它有可能指不论是南国、北国呢，神还都被人所认识，神的名被尊崇。只要提起神的名，那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。第二节讲，在撒冷有他的住所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。好，那这撒冷是指耶路撒冷，锡安是指锡安山。好，那他的住所、他的居所，所以可以指的就是指他的圣殿好，所以不论是在圣殿，在以色列的南国或是北国，好，那神的名和神的殿同在。好，那我们有说诗篇的第3卷呢，就像是摩西五记当中的利未记好，讲到的是一个圣殿，还有一个祭司这个利未人的职分。好，第3节它就是指神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、盾牌、刀剑和战争的兵器所以不论是西西家王的时期，好，或是在这个当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期，好，上帝呢保护了锡安，保护了耶路撒冷，保护了犹大，好，保护了以色列，好，让一切这些火箭呢，好，指的就是像闪电一样的箭，好，就是速度非常的快，好，或是不论是盾牌或是刀剑，各样战争的兵器呢，都被神所折断了，好，就是被神所毁坏。意思就是说，上帝保护这个犹大以色列的人民。好，那第4节开始呢，好，是一个第一人称第二人就是指第二人称对神的一个诉说。你是光荣的，
比猎物之山更威严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掠夺，他们睡了长觉，没有一个英雄能措手。好，所以这里直接是赞美神，哈，是一个光荣，好，上帝多么的光荣和威严，因为他击败了敌人，从群山回来。好，所以回到他的殿，回到他的居所，好，神施行这些的拯救呢，好，所以连这些在外面好这些的心中勇敢人，就是勇士都被掠夺，他们睡了长觉，就是指他们倒下去，好，长眠不起。没有一个英雄能够措手，措手，它的原文意思是说找到自己的手啊，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出手来反抗啊，就是上帝比这些的火箭、闪电的箭还要快，所以上帝一个出手，上帝的全能，为了他的子民，让这一些的敌人，都一一的倒下。第6节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战车和战马都沉睡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沉睡，意思就是倒下去，就是指死亡，好，就再也爬不起来。好，所以这些靠着战车、战马，好，人多势众，然后来攻打神的子民的，都被神的全能所打败。好，所以他要称颂神，神的名为大。那7、8、9节，你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的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得住呢？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好，所以7、8、9呢，好，这3节呢，讲到上帝的审判呢，不是只有从地上，好，所以从73、74，好，或是75到76，我们都可以看到，好，这诗人，特别是亚萨的诗，都清楚的强调，上帝不是从地上拯救，是从天上来拯救，所以上帝从天上听人的判断。当上帝的怒气一发，谁能够在上帝面前站得住呢？而且神要搭救地上所有的困苦的人啊，这困苦人指被欺压的人，而这困苦的人呢，原文是指谦卑，好，这个 poor 也是指贫穷，好，就是这些无依无靠的人。而当神出神拯救的时候呢，全地就畏惧，默默无言。好，代表上帝出手的时候呢，好像昨天75篇耶和华手中的杯，好，这个满的调和起末的酒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都喝。好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挡反抗，说我不要，我拒绝，我不受神的审判，好，无法。那最后的3节，你的人的愤怒终必称谢你，你要以人的余怒束腰。你们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许愿还愿，在他四周围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。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，向地上的君王显为可畏。好，所以这首诗的最后的结局就是讲到，好，前面讲到神的全能比地上的英雄更英勇，而且讲到神的审判是从天而来，要搭救谦卑困苦的人，而地上无人能够吭声。最后讲到神是全地的主宰，不论是人的怒气。好，第10节说人的愤怒，好，使你更受颂赞。好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好，就是说人不论他的怒气或是他的想什么，好，都没有办法与神来较量，没有办法好跟神来对抗。好，这个束腰就是指力气。好，而这些劫后余生的人要谨守你的节日哦，好，就是可能指的是指这些被神管教过的子民，或是被掳归回的人民。好，那或是指这些遭受神管教、看见神施行审判的人呢？不敢在神的面前再嚣张、再狂妄，好，不敢再夸胜夸耀，好，所以就是只能够惧怕而默静，好，就是上面说的默默无言。而诗人向所有百姓好说：你们要向上主偿还你们所许的愿。好，所以当求告之日，好，当急难之日向神求告的时候，好，向神许愿，也要记得向神所许的愿，应当要还愿。好，还愿是什么呢？就是要回来感谢神。好，所以昨天75篇第1节一开始就是我们称谢你，我们称谢你。好，那76篇也是一个称颂神的赞美，就是上帝他
说话算话，好向神祷告，上帝有回应，所以要来见证上帝的作为。而在四周围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，就是邻国都要向神来献上送上礼物，就是代表在神的面前谦卑啊，因为神挫折王子的骄傲，使地上的君王站立啊，都必须臣服于神的这个大能和全能当中。所以诗篇76篇是一个讲到国家全国依靠神而蒙神的拯救，而这个国家呢，成为一个像为神来做见证的国家，一群子民。见证上帝的信实，见证上帝的同在，也见证上帝的拯救，见证上帝的全能，好是无人能及，无人能比啊！好，所以今天的金句说，第76篇的第2节，说在撒冷有他的住处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。那第8节说，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所有困苦的人。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好，所以昨天75篇的结束是一个宣扬，是一个歌颂，而今天76篇的结束，好是一个谦卑，是一个安静，是一个顺服在上帝的旨意当中。因为人的愤怒终必称谢你，你要以人的余怒来束腰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。上帝，你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全能的上帝。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你也垂听穷苦人向你的呼求。当你搭救我们的日子，当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刻，我们要求告你。我们也要谨记你的救恩，我们也要颂扬，要赞美你的作为。有时候我们忘记上帝的拯救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时刻的记得上帝你所做的，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到永远，你所做的一切是要使世人更加认识你，你的名要在全地被称为大愿上帝你得到最大的赞美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